發現到呢，係我演講已經進入20年啦，去咗無數個國家、無數個團隊呢，去分享啦，點去提升一個人嘅質素啊！咁近排呢就好興，好多人就同我傾乜嘢呢？哇！香港呢係一個保險嘅盛世啊！依家係一個大時代啊！又係壞咗，去第三都津都壞喎。好，我由佢開晒所有嘅嘢，一味喺度投訴呢樣嘢壞，嗰樣嘢壞。OK， 夠啦嚇，到我啦，依家我一接就出嚟。方法唔啱咧，就怪嗰樽嘢。思想影響感受，影響行動，影響結果。